想知點樣喺觀塘搭跨境巴士去大灣區？永東巴士話俾你知，永東觀塘 APM 站，我哋由 APM 中庭出發，搵到商場服務台，跟住往周大福方向行，經過周生生，就會見到客運電梯，搭落 G 樓層。一落電梯，左手邊就係永東服務櫃台，你可以喺呢度買車飛，查詢路線班次。永東 APM 嘅上車位置就喺 APM 商場 G 樓嘅巴士總站，出咗櫃台旁邊道門，行出嚟，轉左就見到永東候車位，好易認，經深圳灣口岸、蓮塘口岸嘅班車喺度等車，經港珠澳大橋口岸，前往澳門、珠海、中山坦洲線嘅乘客喺呢度等車。已經買好飛嘅朋友，唔想入商場，可以喺觀塘道上，認住東亞銀行旁邊個入口，直行，穿過大堂行出嚟，直達上車位。永東觀塘 APM 站每日都有好多班次經深圳灣口岸、蓮塘口岸、港珠澳口岸直達大灣區各大城市，快靚正，而家就出發，搭乘永東巴士，帶你暢遊大灣區。